2025东京国际食品展将伫3月11到14，伫日本东京国际展示场内盛大举行。台南市长黄伟綽将带领台南的优选农渔业者，包括在地优质的农渔会、食品加工的业者，以及特色伴手礼品牌等优选的业者来参展，共同将台南优质的食品拍入去亚洲甚至世界。些年来我们的努力的包括芒果啦，包括凤梨啦，包括文旦，能够把它变成好的农特产品加工品，能够让许多世界各国的消费者或者是他们贸易商眼睛为之一亮进而采购。所以刚刚提到，不管是外国的加拿大或其他的国家，他们的厂商也会去逛东京食品展。当他发现这个台南馆很有特色，前面很多人的话，他们就有想来看。要不然东京一个食品展那么多摊位，他逛到眼睛都抽筋了，也不见得会逛得到台南馆。所以呢，把所有的台南馆的厂商集合在一起，变成很大的馆，让大家可以看得到甚或想要靠近来走一走、逛一逛，然后一走一逛就变成被我们吸引住了，然后被这么多好的产品吸引住了，然后能成为我们以后就很固定、稳定，而且是大量进货的厂家，这是我们的目的。市长强调，参展不是目的，只是工具利益。虽然食品展台湾馆有真侪馆市来参加，但咱的对手不是其他馆市，是其他的国家。这届台南馆有侪种商品强势来登场，市府农业局嘛精选超过100种以上的优质产品来参展，包括有新鲜的果品、果干、果汁，有文旦系列、黄金荞麦等。真侪农渔加工的食品，希望会用吸引亚洲甚至世界各国消费者的喜爱。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